先啊，媽媽。咁我哋整嘅菜式係藥膳蒸雞。首先材料方面有新鮮雞、紅棗、雲耳、圓肉、杞子、鮮淮山同埋紅桃花。而調味料方面呢，有蠔油、雞汁、鹽、糖、生抽。好，我哋而家就擺埋啲材料一齊撈勻佢。紅桃花、紅棗肉、雲耳、圓肉、鮮淮山、杞子。得啦，完成，跟住攞去蒸18分鐘。結合咗中醫食療理念嘅養生菜餚，融合咗多種滋補食材，適合調理氣血、滋陰潤燥、補而不滯。點解我哋揀呢道菜呢？因為呢道菜係我哋家庭聚會必有嘅一道餸，可以俾我哋感覺到團圓同埋溫馨嘅感覺。蒸雞完成啦！